来看宜兰县一个40多岁查甫人，甲偷车的狗壳藏伫三星乡安农溪的草埔内底，要再出来卖时，附近的民众闻到讲有插头的香味，就去报案。警方嘛查到1.6公尺的狗壳嘛向林保署来通报，这个扫鸟器嘛已经向以上发办咯。因为我看这边还有它拖地的痕迹啊。 伫三星电火溪边有一台箱仔车，警方去临检，发现附近涂骹有木材拖头的痕迹。后道开开，发现有1.6公尺长的显录器，嘛伫车底抄到一包1.08公克的海洛因。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现场封抓起来，去互警方以侵占等罪嫌来上班。这个案件会去用查出来，是因为这个嫌犯想要甲电火溪边草埔内底显录器载出去卖的时阵，拄好去互附近散步的民众闻到木材的香味。 民众感觉有问题，通知民防移警了后，报案处理。靠话讲会当叫派出所过看一下无安尼，嘿啊，到位就看到伊要甲切去查拖在车顶安尼。警方到现场了后，拄好看到嫌犯当要甲木材搬去伫车顶，当场是现场着。经过鉴定，这个防插扣的显录器是国家1级珍贵的定目，市价差不多3万外。接获线报，在三星乡安农溪旁发现可疑箱型车出没，且现场传出不明木头香味。 本局获报后，立即赶往现场，发现林姓犯嫌正将先前埋藏在草丛之林木运装上车。警方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的人甲车，会当随时甲警方通报，和警民合作，共同以护治安，也为国土珍贵林木的保育尽一份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